超级感谢哦，这个哦，他们这么大力的支持哦，大家拍下来鼓励一下，好，地头港国小，感谢他们。地头港国小让台中国小宋冠军、黄金双先生得到国家无意新成就，校长称校，亲自带领。啊，咱头港呢是咱柳营13庄内吼，13庄内。啊，讲到咱头港呢，哦，台湾有非常的有演员，演怎呢？因为咱头港哦，我的师父孙东营哦，师父哦，孙东营就是遐个啦。哦，伊是咱台南的，以前台南县第一个水台王，就是孙东营先生哦，连续3档的新闻冠军哦。哦，这个左边是彩科，彩科。哦，这嘛是西港仔鸟的步数吼，西港仔鸟的镜头吼，来地方。另外，胡金良，啊，胡金良两边。我知影吼，咱头壳以前有3阵武阵啦，哦，3阵大人阵。另外，拜票。我们地头港国小的哈，以咱传统艺术呢，几乎年年得名哦，年年得奖。哦，这个插杆，这个插杆，哦，开科，开科就是平凡的进行，啊，一个平凡结束。一定要开科一个吼。五岁开科，5岁开科。因这是属于红卡金系统的，跟咱自由国小一样哦，都是红色红卡金啊系统的。另外咧开声门，开声门。我们很感谢我们地头港国小哦，这么热的天气哦，那么卖力的为我们这次9王公演立正大会上哦，王传如墨记哦，这么热烈的欢迎他们哦，大家为他们掌声鼓励鼓励。让他更好。就来切零加水啊！啊，非常感谢咱的校长，校长咧。真心锻炼因为咱的总教练咱集团奖得主咱的方教练都记得咱头壳国校最当兵。人家对说牙头皮的来看一下，是查囡仔女学生来看一下推一下，看一下推一下让你下尖叫飞舞。这个是传心，这个顺中型这个传心传心粉就是从中包围敌人左右从中包围敌人。刚刚的龙泉水就是四面埋伏，在扰乱敌军用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伊的含义采科，采科，每一个师傅教的采科都无同
推步哦。来天空啊，推步的头前哦。若讲一步开天地，二步开太极，三步开安定啦。哦，野相步就是乌旋风击拳哦，因为伊杀的武术哦，非常的歹，所以先推步再开拳哦。先劈蛇哦，再来结绳，麻烦囡仔拜托者。三板流，哦，龙头凤尾，哦，雌雄两条，来过来说来举，来拖下推起来，哦，拖下推起来啊！站。推棋的大家必胜，哦，旗开得胜，哦。两头棋的就是宋刚，哦，最后传来对宋刚，哦。我过来就是大棋，哦，花刀，玉花刀，或者叫三尾刀，或者叫扫刀，哦，或者叫单刀，哦，单刀。代表大吉大利嘛，大吉利啊，大吉大利。小朋友加油！哦，天气很热哦，辛苦你们了，辛苦这些小朋友了啊！大家为他们的卖力的演出，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哦，再来吹皮啊，吹皮吹。大家为在场中间偏爱这个小朋友为他掌声鼓励鼓励。再来摆大，摆大表演。推不摆啊！摆大爱困落，一定爱困，这无困无好看啊！这出自于氢激光啊，这是氢激光所发明的啊。氢激光的鸳鸯阵啊，鸳鸯阵。过来，这个叫做白啊，白啊，所以高地青。月牙伞啊，月牙伞我演化出来的哈，月牙啊，哪能叫月牙？来，各位同学们，接着你的鼓声，我来鼓励一下好不好？头请赢赢吼。
相同的演员哦，一个是帕拉多，哦，啊一个是白大，哦，白大的演出。来，破下个推进来！我家的推荐，啊，这位是女生哦，哦，行车大哥哦，大哥咧就是对我关内底关系，大哥关系都啊都赢哈。关胜，啊，麻烦哦，过准备哈，崇西国小的太鼓队哦，麻烦要准备哦，要准备哦。大哥真重哦，啊，花枪来吹一下，来过来一下。我那是小女生在那边舞大的哦，啊你大家哦，为伊个花车来鼓励一下，来吹一下。赞赞赞赞！来，飞机花刀出来啊！有时要做一个结束啊，飞机花刀出来。还有头尾哦，头前摆花刀，尾啊嘛花刀，一个代表大吉，一个代表大利，哦，可能会让大家每一个看到的，哦，有看有躲避，哦，好看你也困袂去，啊，愈看你也愈敢。大小门。看他干过去，上关心。我来这康复的演员哦，康复。来自苏哦，苏各个的单位吼，啊，招待不去的所在哦，啊麻烦小部点点吼。好，对哦，那有准备点心哦，来调饱吼，调饱啊就。再坐啊，坐喏。那左边是河豚哦。小朋友操练袂歹哦，来花车来吹者，喂，花车鼓励一下。哎，你花车愈大声，伊心情就愈好吼。小朋友，要出来哦。来，掌声鼓励鼓励。过来。花车鼓励一下，来鼓励，来我加油。即摆咧分英雄两边吼，阮迄个白牙当兵，白牙当兵。啊，即摆咧行，叫做行路队吼。你总共传统爱跳三道啦，第三道较难，第四较难。了
钢钉哦，这把手表是亚钢钉。小朋友加油！首先嘛，这亚钢叉。我说啊，这个天皮对拍，这个摸赢，摸赢。啊，有人叫做方结石，方结石。黄红鞋。将各位信徒以及咱的来宾哦，为了地头港小朋友，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这把手表是挂起啊，要来挂起啊，摸赢了啦，要来挂起啊。喂，来后山，看倒对后山啊。来，加油加油！这么热的天气，感谢你们为我们这次义政大会上的演出完全无忘记哈，元年第一次这样为我们演出，感谢你们了，感谢我们地头港国小。这米对这米，好，这两个是女生哦，来加油，大力，你没棍吗？来过来是白啊对白啊，白啊对白大，对，来拖下吹起来哦，讲了真好哦，来拖下吹起来，真好哦，小朋友你的头要小心啊。赶快过来这米对这米。哦，这个翻山越岭啊，人讲飞沙牌就是这边飞沙爱飞过，啊，拖下吹一下吼，飞了江湾吼。啊，这代表一个含义，就是步步高升啦吼，步步高升啦。这把手表是大刀对白吼。来，最后一队，大刀对这米，小朋友休了，爱休了，快紧嘞！来，掌声鼓励鼓励。我说伊要来摆八卦啊，要来摆八卦。啊，多少钱啊？咱再来报告一下哈，咱重溪国小爱准备啊哈，爱准备啊。而且咧，而且咱中央卫生院管理委员会
已经上落下咧，感谢哦，感谢咱头港国校哦，的所有教师团队哦，咱由咱校长教练哦，以及咱的家长会哦，辛苦啊哦，感谢你。还有黄金先生。因为摆的是白河金、白鹤龙门金啊，白鹤龙门阵。来注意看，有一个白鹤入手，白鹤出手哈。啊，即摆左边是过嘛，再来大小嘛。小朋友加油，声音喊出来。哦，白鹤入手，哎呦，飞起来。啊，白鹤出手。哦，都再次摸赢吼，都再次摸赢。第二道的摸赢，一般拢是加死连环，啊无就是双手连环。哦，佮赶快来破城哦，再次破城。哦，佮出来就买白八个啊。啊，咱拍鼓的小朋友，你看拢无退换的，哦，嘛足辛苦的。咱抱上来吹一下好无？哦，哎呦，伊愈吹愈大力，哦。咱乐器组的吼，乐器组的非常的，哎呀，非常的辛苦哦，拢无退换。哦，即摆咧行八卦形吼。还要走一个米字形哈，大家注意看一下，行一个米字形。啊，这样要来摆八卦，啊，八卦有两种，一种是先天太极卦，一种是后天，哦，放门金锁定哈。啊，先天呢是伏羲大帝所创的，啊，后天呢是周文王，哪一讲的文王卦。啊，即摆所摆是先天卦，啊，先天卦，先天八卦阵哈，先天太极八卦阵哈。大小门，因为学校是教育单位哈，一般是来八卦爱烧金放炮，啊，咱你跟小朋友哦。是教育单位，所以不用去有这个仪式啊，哈，主要是传承啊，传承啊，让他们有认知，知道这个了解这个送香阵的意义啊，不一定要有那个宗教的仪式哈，来，跑下来，多一点好不好？哦，今嘛在对卦。感谢哦，感谢咱曹刚国校哦，咱曹刚国校。来，小朋友辛苦了啊！来，花大声的，出来，结束啊！感谢我们的校长以及教练带领了我们的地头港国小莅临我们柳营代天这次的义政大会串王传无忘记，非常感谢他们，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我们的天气，小朋友那么辛苦，感谢你们了。谢谢。
要拜庙啊，要拜庙，我小就这么优要拜庙秀。，准备要拜庙，爱起来啊！阿未出来，哦，歹势，伊今要来拜一个七星啊！哦，这就是后天卦吼，后天八卦。哦，第三道的模样吼，破城。哦，真正辛苦啊吼。哦，再来要摆后天哦，八门金锁定吼，后天八门金锁阵吼。哦，咱讲的多文王卦啊。后天八卦，乾坎震震，天明坤兑。后天八卦。哦，咱真正非常感谢咱南头港国校吼，一般吼投票拜八卦拜一种就好啦，伊免甲咱拜到两种诶，所以咱精神科家，所以咱掌声咱吹一下，哦，好无？我感谢一下。感谢咱教练吼，咱方先生方教练，哦，国家无意新城。辛苦的积德吼。多文王卦呢，这是后天卦，它强调的就是四方四正，顺风顺甲啊。咱大伙报告一下吼，咱伫个戏台头前要来轿车吼，麻烦来刷一下，哦，因为咱咧搭戏台啦吼。有两台吼，麻烦来刷一下，拜托一下。哦，即嘛是咧巡城，巡城，巡城，要个路程要回去。咱伫咱古代后壁物件有咧博弈讲是咱的神佑机车啊，大家信徒有去，拢会使来参与咱即届的博杯博杯。讲本队，了要讲别队哈。又回来原位。小朋友辛苦咯，加油，快完了。内科拢是白哈，中科是白，外科咧从外口的拢是来去。即马咧斗七星，大外七星，人叫讲七星，你叫做七星八卦，七星八卦阵再来要拜拍天官，今嘛要拍天官，三支讲一支啊，有看无？我这嘛吹一下，还要非常的水再来接地灵，这些都有它的意涵在对卦，感谢咱头发过好，要拜年。感谢我们碧头港国小他的校长还有教练带领碧头港国小莅临我们拜天宴，非常感谢他们参加我们这次的义政大会创完传无二季延年所自延年举办的立创大会创，感谢他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碧头港国小，还有碧头港国小小朋友请留步。